網上導師培訓。呢次培訓一共包括5段影片同埋5張工作紙，請導師一定要觀賞所有嘅片段同埋完成所有嘅工作紙。多謝你嘅合作。呢個係第5段影片實用錦囊。目錄：第1，課堂管理技巧；第2，同學生和諧相處嘅方法；第3，事故處理方法。第1，課堂管理技巧。課堂管理重唔重要呢？目的係乜嘢呢？課堂管理當然重要啦，目的係要維持秩序同埋營造良好嘅學習環境。點解要有課堂管理呢？課堂管理可以達至嘅效果包括有促進班內嘅學習氣氛、培養學生嘅自律性、協助教師順利教學、增強師生嘅良好關係、鼓勵積極學習行為，同埋建立日常嘅課室常規。考你啦！如果唔做好課堂管理嘅話，你估下會有乜嘢嘅後果呢？冇錯，課堂會變成一片混亂，老師根本冇辦法教書，學生亦都唔會有任何嘅得益㗎。睇一睇一段片段先啦，要留意啦。片段中嘅老師佢嘅教學方法有啲乜嘢問題呢？佢要點樣做先至能夠有效管理課堂嘅秩序呢？好啦，未拎書出嚟嘅同學咧，快啲拎書出嚟咯喎！嗱，先嗰幾堂我教緊嘅 sine 同埋 cosine，有冇同學唔明白啊？記唔記得啊 ？sine 同埋 cosine。阿文，你又遲到啊？好啦，翻埋位坐啦。嗱，快啲攞書出嚟啦嚇！我哋咧繼續講緊 sine 同埋 cosine，有冇同學唔明白啊？意思就咁你講啦 ，sine 同 cosine 有乜嘢分別啦？變 over 斜嗰條，我哋個 sine 咧就係對住嗰條 over 斜嗰條。應該就係隔離嗰條就係鄰邊，對住嗰條咧就係對邊，斜嗰條咧就係斜邊。你哋明唔明啊？幾時話晒啊？你度慳啲。唔好，好啦，大家如果明白嘅話咧，我哋就要做堂課啦喎。好啦，揾同學出嚟做一題嚇。唔得㗎，次次都係我做咁樣唔得㗎。不如一人做一次，下次我做俾大家睇啦，好唔好？你講咁叻，叫佢做咯。仲為做驚你。做第3題。寫好啲，嘥咗度啊！係啦，啱啦，係啦。以前都去廁所用開嚟啊！去廁所？好啦，你出嚟做啊！你又去啊？落堂至去好唔好？唔得，好急。真係唔得啊！唔好信佢啦，佢扮嘢咋。好啦，有冇同學可以出黑板做埋嗰題數去啊？有冇啊？咦，傑仔？呢堂唔係中文堂喎。Sorry 啊，Miss，好快做完㗎啦。收埋去啦，乖乖地啦。幫忙下啦，同我預交啊。唔好啦。就做完啦。你唔好理我，你理下阿靜怡啊，佢失戀啊。靜怡失戀。我咩都中意你，我咩事啊？唔好咁樣，你冇事啊嘛，靜怡嚇？你唔開心，你同 Miss 講啊，好唔好？你冇事啊嘛，係咪啊？有冇嘢啊？真係舒服。大家唔好嘈嚇，唔好嘈。你唔使驚嘅喎，你同我講啦，好嘛？佢年中都失戀10次8次啦，咁緊張喎。大家靜啲嚇。你咁臭阿君，我帶你係大啲奶啊！大家靜啲好唔好？點啊，嘉怡？唔好理佢啦，教書啦。如果唔係就講好似下個禮拜個 test 㗎啦。係啦。Miss，下星期冇測驗啦，遲啲先啦。唔得㗎，測驗日期係學校定㗎，唔可以隨便改㗎。嗱，大家靜啲，我哋而家靜靜地上堂，好好地學習最好啦。片段中嘅老師佢嘅教學方法有啲咩問題呢？佢錯誤咁建立咗師生關係，用咗朋友嘅心態去對待學生，個別教學，用上堂嘅時間去關心學生，問下人哋係咪失戀喎。佢冇訂立到課堂嘅守則，俾學生牽住鼻子咁走，對學生太寬鬆啦。
對遲到嘅學生唔加以勸告，輕易相信學生任由學生跑出課室去廁所，冇管理課堂秩序，學生太嘈吵，秩序太過混亂，一直喺度玩，根本冇專心上堂。對搗蛋學生嘅妥協，一直只係話乖啦乖啦，但係就冇加以管教。考你啦，你覺得各位導師要點樣做先至能夠有效管理課堂秩序呢？有5件事係要做嘅。第一，持有正確嘅心態；第二，建立專業嘅老師形象；第三，多啲稱讚同埋鼓勵學生；第四，重視課堂管理，即係我哋所講嘅先管後教；第五，訂立同埋嚴格執行課堂規則。第一，持有正確嘅心態。喺課堂上面嘅身份係老師，要公私分明。真正能夠幫到學生嘅係協助學生改善成績，可以同學生建立友誼嘅，但係要喺課堂之後。第二，建立專業嘅老師形象，保持老師嘅權威，唔好輕易妥協，唔能夠以朋友嘅心態去對待學生，要以老師嘅身份去授課。唔好俾學生直接叫你嘅名，唔好等佢哋稱呼你做哥哥姐姐，要叫老師。上堂落堂要起立，學生準備好並且眼望老師，然後先至敬禮，以表示對老師嘅尊重。第三，多啲稱讚，多啲鼓勵學生。導師可以咁樣講：好主意喎，你學得真係快啦！好高興你有呢一種嘅表現，好高興你一教就識，非常好喎。記得要多啲鼓勵，唔好作咁多比較，或者係講一啲侮辱性嘅説話，亦都唔能夠責罵或者係責罰學生嘅。點解要多講一啲獎勵嘅説話呢？因為可以營造一個正面嘅學習氣氛，激勵咗學生更加積極咁學習同埋參與課堂，因而減少做違規嘅行為。第四，重視課堂管理，先管後教，先控制咗課堂嘅秩序先至教書，唔守紀律，先勸告，再無效先至揾主任幫手。先管後教係我哋嘅教學原則，意思係要先管教學生，喺佢哋完全安靜守規則之後先至授課。如果發現學生嘅行為唔妥當，導師就要即時處理咯。做緊呢個點，專心上堂唔該。第四，重視課堂管理，但係當然唔能夠全程淨係管學生而唔教學。最理想嘅情況就係要達至平衡。點樣管教學生要視乎返實際嘅情況嘅。例如話，如果有小毛病，譬如話佢哋係插嘴啦，幫老師改花名；有啲嘅個人紀律問題，譬如話瞓覺、出位，影響課堂嘅運作，好似不停咁傾偈啦、打交。其他譬如話唔肯起立，或者係書包放喺台上面。第一個情況，對學生嘅小毛病，譬如係插嘴、爭吵或者做啲怪動作啦，導師可以選擇性咁忽視，就故意唔去理佢哋嘅。點解呢？因為部分學生純粹係想吸引老師嘅注意，先至會做一啲嘅怪動作、扮鬼扮馬。因此，如果老師係忽視佢哋奇怪嘅行為嘅時候，佢哋反而就會靜落嚟啦。第二個情況，個人紀律問題，譬如瞓覺、出位，導師可以口頭勸阻、重新規守，要求學生遵守，亦都可以同學生講講原則嘅。講原則，同學生表明你唔中意去懲罰佢哋，亦都要求佢哋同你合作。但係如果佢哋違反咗你嘅原則，就應該有合適嘅懲罰，譬如話遲放學啦。第三個情況，影響課堂運作，譬如話不斷傾偈同埋打交，導師係要即時處理，將雙方分開。如果無效嘅話呢，就可以揾學校嘅主任幫手。分開嘅方法，第一，如果學生不斷傾偈，影響其他同學嘅專注，可以叫佢哋調位並且係更改座位表。第二，如果學生打交，導師要即時處理，
企喺中間將兩邊分開，避免雙方再有機會襲擊對方。第四個情況，其他譬如話唔肯起身或者書包放喺台上邊，導師可以適當咁運用群眾嘅壓力，等學生守規。例如，導師可以話全部同學都等緊你喎之類嘅説話嚟到俾頑皮嘅學生一啲嘅壓力。重要嘅地方，懲罰要注意嘅地方，記得唔能夠對學生施行體罰，唔可以罰學生抄書，唔可以罰學生罰企，亦都唔可以罰學生離開課室，唔能夠觸及學生嘅身體。點解唔可以罰學生抄書、罰企或者離開課室呢？如果罰學生抄書就等同體罰，會遭到警方起訴。同樣，如果罰學生罰企，亦都係等同體罰，會遭到警方嘅起訴。如果係觸及學生嘅身體，等同性騷擾，會遭到警方嘅起訴㗎。罰學生離開課室嘅話呢，學生會私下離開，但係如果學生發生意外嘅話，導師係要負上責任嘅。第五，訂立課堂嘅規則並且嚴格執行。我哋要先講紀律，先禮後兵。老師先同學生講明規矩，等學生清楚知道上課嘅要求。當學生違規嘅時候，老師唔能夠過分寬鬆，應該要即時管教，一定要嚴格執行，唔係就冇效㗎啦。當學生安靜守規之後，導師就可以正式授課，教授學生知識。第二，同學生和諧相處嘅方法。我哋先睇一睇一條短片，要留意啦。短片中嘅導師有啲咩地方做得好同埋做得不足嘅呢？邊個掟我？林子傑，係咪你掟我？哇！咩事？你邊有人睇到我抌你啊？冇屈我喎！明明見到係你個方向掟過嚟㗎啦，唔係你係邊個？咩事？喺嗰邊都未必係佢掟嘅啫。你要證據啊嘛，人證物證都喺晒度。正義，你講邊個掟我？我唔知喎。班長，你講邊個掟我？我唔知啊。邊個見到？有冇人見到？冇人見到啊嘛，講義氣啊嘛。好，我而家搜書包，第一個手嚟，林子傑，唔該攞書包出嚟。應該搜我先啊！最大嫌疑係你，攞出嚟。搜咩啊？搜糖。哇！你好似我掉紙仲攞收埋啲糖啊！搜到你咪搜咯。搜到啊！我唔得戚，我實搜到嘅。我冇你搜咩啫？搜第二個啦。你估我搜唔到啊？冇啊！哎呦！好，全班留堂，搜書包，今日。片段中嘅老師有啲乜嘢地方做得好呢？佢有做到課堂嘅管理啦，管教頑皮嘅學生。片段中嘅老師有啲乜嘢地方做得不足呢？佢過分嚴格同埋苛刻學生，佢係針對人而唔係針對事㗎。要點樣解除一啲衝突呢？我哋要建立有效雙向嘅溝通，説話嘅時候要留有餘地，注意語調。思考學生嘅感受同埋觀點，主動降溫，容許學生有冷靜嘅機會。我哋係針對事而唔係針對人，可以揾第三者介入。我哋要互相尊重。即使係管教學生嘅時候，導師都要注意用詞，唔可以帶有一啲侮辱性嘅字眼去挖苦學生，亦都唔能夠過分嚴厲。
咁樣先至可以同學生之間保持和諧嘅關係㗎。第三，事故處理方法。每位導師都可能面對以下突發嘅情況，所以要格外留神啦。主要係有3個情況 ：A. 學生受傷流血 ；B. 學生要求早退 ；C. 惡劣天氣。如果學生受傷或者流血，應該點樣做呢？就請一位乖嘅學生帶受傷嘅同學去校務處。B. 如果學生要求早退呢？除非學生能夠出示證明文件，否則唔能夠應承㗎。C. 如果遇上特殊嘅天氣情況，特殊嘅情況導致停課，譬如話非典型嘅肺炎，或者係天文台喺上課之前懸掛紅色或者黑色暴雨警告信號、8號颱風信號，教育局宣布停課嘅時候，咁當日嘅活動就要取消啦。中心同校方有機會商討日後嘅補課安排，並且之後通知返導師。如果任何嘅疑問呢，請即時通知中心查詢。呢段片段完畢。請導師觀賞片段之後填寫工作紙。多謝你嘅合作。